他们两个都还没见到面过。我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见过面，因为在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常常市场晚上会消失或怎样，我也不知道。嘿，这个没办法回答你。嘿，其实我跟他们团队大概本来就认识，那要打电话跟打赖都没有问题。哦，那平常大概就是阿美达那边大概会跟我联系，就是说如果他们有发布什么讯息，或我们这边有什么讯息，大概要事先稍微讲一下。所以我们平常打电话都有在打。那有时候打一打，刚好老板在旁边要交代几声，那有时候对也常常会就是给老板交代一下，然后其他时间大概还是我们幕僚在联系。一直在忙着写这个党纲的部分，听说已经完成，在修正当中。对，昨天晚上因为从那个苗栗回来，我们又再开一次会。那党纲的部分大概因为有点急啦，那就是8月6号之前，我们要先送一版到内政部去。那等一下下午我再回去再 check 一遍，大概我们就明天大概就会确定。内政部这边的状况，有没有顺利？秘书有在联系啦，那他是。承办觉得说他压力很大，但是他们还是有告诉我们他们会依法行政。那成立大会当天会邀请郭董到现场吗？哦，好问题，我来想一下。还没有讨论到。对，因为我们目前没有什么邀请卡啦，但是我们有做了 EDM，因为有些科粉啊，或者有些好朋友他们会想要来。那我们大概会是一个比较柔性的政党，所以我们没有很去做什么纸本的那个邀请卡。然后被你这么一提醒，我回家想一下，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各政党的党主席或党秘书长，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那个亲自去邀请？这个我们下午开会再决定。你不要知道真实的人生，你知道哪里需要大老板对大老板讲话？每天底下那个幕僚都清清楚楚，我们知道幕僚都会汇报嘛，所以大家，所以是这样的，这不定说什么一定要老板对老板见面。昨天跟郭董讲了什么？昨天没有跟，我跟你讲其实你不要知道真实的人生，你知道哪里需要大老板对大老板讲话？每天底下那个幕僚都清清楚楚，我们知道幕僚都会汇报嘛，所以大家，所以是这样的，这不定说什么一定要老板对老板见面。这是什么意思？公布他的内容，确实有通电话的。没有，我跟你讲，平常我跟你讲其实每天他们幕僚在跟我汇报，我们都知道双方的状况嘛。市长，你为什么一直避讳说到底2个人有没有讲到电话这件事情？不是，我不需要去跟人家泄露什么东西。我跟你讲，第一点那你会讲，那小英的人呢，也是每天来这种清清楚楚的。那可是因为对方现在有发声明说，其实是透过郭守正，然后还有郭守正跟壁如常常会发弹这也是常有的事这也没有什么。那你们有些电话是没有给你们电话有交给你吗？没有这个，我跟你讲我们不用去把每天的事情去跟外界揭露嘛只是说，你说大家对台湾的这种前途大家都有一些感到忧心这是事实就这样至于说要合作什么这也不是一天嘛讲一句话就解决掉了嘛。就有在说郭王和就是郭董选总统，然后王金平选副总统，然后您再加上你的话，就是非常强的一个组合。那其实我还是那一句话每个人这也是我人生哲学我发现每个人都是自己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坦白讲我那次好像在徐信荣的节目讲过，我说就赛局理论来讲，或是单一选区纯粹学术讨论，你知道通常单一选区只有第1名、第2名、第3名很快就边缘化，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年初的那个立委补选，那个就很典型的model，所以老实讲当第三方一直不会被边缘化，主要理由是什么？就是讨厌民进党，讨厌国民党，所以那种力量一直撑在那里。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啦，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知道所以当然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怎么办？那另外一回事了。不过我每天我们自己内部也在反省如果重来一遍，当时应该怎么做？小英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反省，真的。铁三角有可能吗？对啊，是这样的，我相信这一场选举之后，台湾的政治版图一定会改组嘛，那当然，中国历史上你知道那种《三国演义》的只有那一次，所以他讲，纯粹从数学的模型来讲，你知道，三角不是稳定的结构，不是我说这种三角版图，因为就赛局理论来讲，两极还是比较稳定的结构。所以老实讲，台湾今天会走到这个局面真的很多当事人，也许每天晚上睡觉前要自我反省，真的。钱我讲，这就是我们最骄傲的地方。这个我们终于开始摸索出一套，你知道吗？不用很花钱的选举方式了。过去在这种运作政治都要几亿。我猜啦，我听人家讲说，双方你知道国民两党为了这个选举已经开始在调钱，你知道就是那些大的庄家开始在贪钱了。我一听每一个都是几亿的，哇！我们这个50万就已经达到现在的话，所以是这样的。慢慢的我们要让台湾进入一个如果改善台湾的政治文化，一定要让这种不花钱的选举，你知道可以慢慢在台湾可以建立。如果在台湾每次选举一个总统大选都要花几十亿这种打法的话，那台湾政治不会变好了。所以第一点我相信我们将来就算阻挡，你知道，我们还是会用那种很便宜的方式去运作，不太，因为这个模式可以成功，台湾的政治才有改善的可能。